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中央研究院成功来研发出武汉肺炎快筛检测的试剂，把这个检测的时间为4点钟缩短为15分钟，3个月后就会当生产就绪。但是有一寡专家来提出着警告，一旦实施这个快筛，将会找出更较侪确诊的病患。当病患大量增加，恐惊上前线的医疗会载袂掉，会怎崩盘？所以政府一定要赶紧来定出着因应的对策。开车排队检验，加快防疫速度，像南韩安尼。武汉肺炎病毒快筛检测，台湾有计3个月了后会当实施。检测时间对4点钟缩减至15分，但是专家担忧快筛实施恐惊会造成确诊的人数增加真多。轻微的症状，但是他不需要住院，所以大批的这种病患如果到大医院去，那大医院自然造成拥塞那么这样东西当然就会引起院内感染的机会增高。专家指出，武汉肺炎患者当中85%是轻症，一旦实施快筛，台湾目前符合隔离病房只有大约1100床，隔离病房有1300床，也就是讲，若是住院人数一旦超过2400个人，现有的医疗量能就可能无法度负担。我们就一定要做好病人的分流，轻状的 case 在快筛之后，如果可以不要到大医院去，那尽量能够在门诊上面的治疗，那这样就可以减缓，不会影响到医疗能力。专家指出，中央也必须要赶紧拟定 SOP， 定出筛检的标准，避免一旦发生大规模社区感染，医护人员就会面临更较大的压力。